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品言，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台南市文化局于台南无缘举办新春系列活动，首档邀请噶玛嘎居士的浮雕唐卡艺术展，展出与清乾隆私人佛堂泛华楼壁画相似的大型佛瓶浮雕唐卡。马上带大家一同来观赏清代宫廷藏传佛教的文化形态。唐卡是藏族文化当中一种很有特色的绘图艺术，同时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物件。运用唐卡配合木雕雕刻，总共展出20几件在台湾木雕大型的唐卡艺术，是表现出来我们台湾在木雕上面的一个技艺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所以各位在欣赏木雕唐卡的同时呢，一定要专心凝神来观赏，不要走马看花。如果只是走马看花的话，那太可惜了。用你的心来与所见的木雕，无论是本尊或者是护法，当你看到某一尊，你内心有特别的悸动感动，那很可能你过去世曾经修过这一尊本尊的法门，这也是找到过去的我。来自西藏的一个1000年的一个文化透过台湾的工艺，能够做一个淋漓尽致的展现那能够做这样推动，其实背后可以知道说，台湾有很多默默在耕耘的这些宗教人士，以及背后更大的一个支撑的力量那这个力量其实是非常的可贵可以从这一次的这个已经历经20-30年的这样的一个唐卡到今天可以看到说它集结这么多的一个力量。那这次是透过大学端以及文化局的这个策展，那这策展名称叫做解密这个泛华印象展这个格玛式的一个木雕唐卡艺术那这个展览可以看到说，它能够去做一些什么样解密呢仁波切刚刚提到说，当你看到哪一个木刻哪一个本尊，哪一个护法，哪一个诸佛菩萨对你有感的话，我想这是一个很有可能的。展览自2月1号起持续到3月中旬，展出了大型佛瓶浮雕唐卡，每座高度都达到了280公分，庄严地融入在公会堂表演厅的空间里面。素来台南市本来就是文化古都，本来就是台湾第一个城市，有很高的这个文化底蕴。但是我们看了噶玛嘎居士所这个呈现出来的这个快木雕的唐卡它所展现出来的艺术的价值跟宗教的宗教信仰的重要意义，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那也让这个不同文化间造成非常好的一个良性互动跟交流。那我感谢噶玛嘎居士长久以来，不管是在社会公益，或是在艺术文化的保存，甚至宗教的弘扬上，都有非常重大的贡献跟成就。我们也期待这个展览能够让更多市民朋友们在新春期间，或者是观光客，或者是远道而来的信众，大家都能来瞻仰这些非常非常宝贵、非常非常珍惜的这个快木雕唐卡，能够让大家一开眼界，能够让自己充满法喜，也让提升自己的艺文艺术的这个层次。噶玛嘎居士洛本天津仁波切也期待，透过庄严的展览，可以带给社会大众更正向的理念，让更多人领受佛祖菩萨的保佑，也希望给疫情带来更多的祝福。记者刘品言，台南报道。台湾灯会在高雄盛大举行，推出畅游灯会的5型畅游码，可在24小时内无限搭乘高雄大众运输，希望优化灯会周边的交通。对此，高雄市议员简焕宗也表示，肯定市府的作为，期待市民与观光客多加利用。
台湾灯会在高雄盛大举行，为了提供便捷的交通，推出无接触乘车99元畅游灯会两灯区的5型畅游码，串联各项大众运输工具，可以在24小时之内无限搭乘，相当便利。灯会期间呢，那到高雄来这个参观旅游的这些朋友，那市政府这边推荐我们有5型畅游码。那5型畅游码呢，它是透过 Mango Card， 然后这个 QR Code 扫描，那它是2天1夜，就是24小时，那才99元，99元。所以这是到高雄来最好的一个也是伴手礼哈。它可以用在5种运具哈，包含捷运、轻轨、公车、渡轮跟 U-Bike。那希望说市民朋友能够多多利用。对于这样的整合，高雄市议员简焕宗也相当肯定。他期盼透过大众运输的完整串联，加上灯会行销，带起交通便利与地方发展。乐见看到就是说市政府就结合了不同的大众运输的载具，然后推出这样优惠设施。那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说旗津盐城鼓山是高雄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光地区，然后其实对于整个地区的发展都是一件好事情。那我们也很乐见看到，就是说市政府很用心，然后去串联了整个大众运输系统，然后提供这样优惠设施来去吸引外地来的民众。台湾灯会睽违已久，回到高雄来举办，不仅有超吸睛的艺术地景与装置，周边的交通也成为了重点规划。透过这样的整合行销，期待让市民朋友与观光客能够共享便民的大众运输服务。记者李佳龙、潘文玉高雄报道。位于安南区城北路巷子内，当地流传有一个建于明郑时期的荷兰井。在过去没有自来水的时代，这口井一直都是当地居民用来浇花洗衣的水源。现在有业者将当地改建成具有日式庭园风的鹿耳门荷兰井园区，成为府城全新的观光景点。庭园柳树、石板步道，这个具有日式庭园风格的鹿耳门荷兰井园区，让来这参观的民众有一种放松度假的感觉。而且在园区内，可以看到许多业者收藏的古董，从农用的工具到战争的车轮，甚至还有一个根据当地居民流传有400年历史的古井，在这也能看得到。我们这边有郑成功开台的荷兰井，当初400多年前，郑成功来我们台湾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后面这边造了这一口井哈，所以有400年的历史哦。来到园区，除了有舒适的空间，还有许多历史文物可以欣赏以外，业者也推出餐点饮料，让消费者自己选择。就是主要是卖龟鹿套餐，那市面上很少有，因为现在很多健康养生的东西太多了，但是我们的龟鹿呢是祖传秘方的一些制作出来的，以前的话都是皇帝御用的，所以呢我们把它在这边稍微推广一下。今年春节有9天的假期，民众不妨来鹿耳门荷兰井园区行春，感受年节气氛。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高雄女中位在五福路上的红砖校门，日前进行拆除作业，而不少校友是一早就赶来拍照留念，更有毕业10几年的熊女人，特别是穿着校服、背着书包前来，希望用影像留下有着满满青春回忆的校门。高雄女中校门口聚集了许多校友前来拍照，有的甚至穿着校服拿着书包，原来是因为这承载着许多熊女人青春回忆的校门即将拆除。就主要是过年的时候，就是很多同学有说就发讯息说校门要被拆掉，然后就看到就想说就刚好还在高雄，然后就赶快压线回来拍照。对，现场更有熊女校友是带着孩子一同回到母校前合影，留作纪念。对啊，还好有赶上，因为听说等一下就要拆了。我妈妈有帮我留下来，可是很紧。对，对，是的。
而这砖红色的校门因为不符合相关的消防建筑规定，并且有排水问题，因此将进行改建作业。对此，雄女校长林香颖也表示，校门改建已筹备许久，未来将以全新面貌与大家见面。那其实我们这一次新建的一个校门，应该不是门的改造，因为门其实就是那个铁门而已。那我们是一个整个区域的改造。那当然，整个建筑的风格的话，就会比较跟我们现在整个爱河景观呢是比较融合的。我们希望在就是开学下学年的开学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新的校门。不过这个还要看整个工程的整个期程顺不顺利。而校方也提到，新校门将融入便利、友善等设计与意象，带给学生更崭新的空间，也赋予校园全新面貌。记者李佳龙、潘文玉高雄报道。由台南知名营造商文生岩、沈子棱夫妻所发起的玉衡文教艺术协会，19日举办成立大会，同时进行艺术中心的开幕。协会理事长沈子棱表示，该中心除了办艺术展览，还有规划多元的课程，欲成为希望和公益的平台。占地111坪的艺术中心，除了是台南难得拥有大片绿地公园的私人艺术空间，也是文生庭夫妻档多年来的心愿。他们从10年前构想，4年前取得土地，2022年新的一年，在许多贵宾的见证，正式剪彩开幕。请剪彩。玉衡艺术中心开幕后第一档展览，邀请知名画家王建民带来逼真的作品，让大家对蜡笔无限的变化性大开眼界。执行长文生庭表示，该中心除了要提供艺术家展出的平台，让更多人来享受，更要以自己白手起家投资艺术、收藏古物的经验，打破大家认为艺术只是有钱人在玩的刻板印象。因为我夫妻是白手起家，然后自己又对艺术方面的收藏有一些兴趣啊。因为很多人都一直跟我讲说，艺术是恁收藏，是恁有钱人恁生的工课。我说不对，你一定要没有钱去玩艺术。为什么没有钱玩艺术？因为艺术可以让你致富。所以我们的心愿就是能够透过一个平台，让很多人去学艺术、看艺术不用钱，玩艺术才要钱。但是你玩艺术的前提之下，你一定要先了解艺术、喜欢艺术，你才能够让艺术在这个成就上能够达到自己所需要的一个收藏。在文生庭夫妻档精准的投资眼光中，艺术品除了欣赏疗愈，也是留给下一代的丰富资产。日后艺术中心透过课程，更要将部分收入捐作公益，帮助偏乡学生的助学金和营养午餐。除了说提供这个场地让艺术家来展出之外，那我们呢那个展出全部的水电费用的话，全部都是由我们的本业支付啊。因为我们本身的话，先生的话他是营造公司，那我这边是建筑公司，那我们这边全部这一些水电费用无偿让艺术家来这里展示。那当然在这个展示的时候，如果说有买卖画作的话，那就是这一部分的话，请艺术家他就会提拨一部分出来，我们就是作为公益用。我们要来培养大家对艺术的一个投资、艺术的眼光鉴赏，所以呢，我们会开启一部分的课程。过去学校没有教导的艺术投资，这一回要让观众跟着文生庭夫妻的脚步，从喜爱艺术开始。记者郭文吉、何球邦台南报道。高雄的长明商圈以服饰闻名，其中更有一家店提供复古式的旗袍与礼服，搭配上最近台剧的复古风潮，更是吸引许多民众来到店里挑选衣服时，仿佛瞬间回到了80年代。一身复古的旗袍装，加上店家精心挑选的配件，古色古香的搭配，让人瞬间走入80年代。搭配上最近的台剧热潮，这样的打扮更是今年最夯的流行。一般租借的服务也是有啦，然后就是因为正好配合这个时事，然后因为我们是老店，有保留了一些20-30年前的这些服装。所以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拿出来给大家分享，
所以就可以来我们这边租借，然后去参加他的活动。这家在地开业30年的服装老店，主打多样的服饰与优良的品质。高 CP 的服装让老顾客们假贺到舍本，累积的良好名声也让这家店挺过一次次的挑战。我们的业绩还算不错，因为我们的货品都是很齐全，随时提供给客户有好的选择，所以一些客户还会帮我们介绍更多的客户来到我们这边消费，这是我们比较能够获得这个生意的来源。受到台剧的影响，让店家生意增加不少，在网络上也开拓了更高的知名度。店家也表示，未来会努力发展网络行销，服务更多外县市的民众。搭配这个时事的变化，然后希望也能够有一些，就像网络上的，方便一些远地方的客人没有办法到我们店消费，所以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网购的选择。多样化的商品，从复古旗袍到表演礼服，还有现代穿搭，统统都有。在岁末年初的尾牙春酒，店家也欢迎民众一起来挑选衣服，感受复古年代的风华。记者邱建勋高雄报道。喜欢港式茶饮文化的朋友有福喽！这家猫餐厅是由一对香港新住民所经营，店里除了吸引许多同乡前来用餐之外，口味稍加改变后，也成为台湾人所能接受的口味，把港式的味道分享给更多的人。喜欢猫咪的朋友还不赶快看过来！这家港式餐厅是一对香港夫妇所经营，提供他们在香港时常吃到的料理，分享给在高雄的香港人以及台湾人。我们餐厅的特色就是做一些港式的料理。我们将我们在香港吃过的好吃的有特色的港式料理带过来台湾这边开一间咖啡厅，也是我们香港人常常说的茶餐厅。其实这个汤面有我小时候我出来工作都常常吃的，也是香港人常常吃的料理。早餐、午餐。晚餐宵夜也可以吃，这是很流行。因为它料理很快，要做餐很快，所以这是很适合繁忙的香港人。除了这一道简单美味的面食，接下来老板要推荐的这一道甜鸡翅餐点，名称的取名可是有着一小段的趣闻哦。这个就是瑞士鸡翅，因为在香港一些以前就是一些高级的餐厅才可以吃的。为什么它叫瑞士鸡？其实它有个故事，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外国人从外面带来这个菜的时候，它的名字就是sweet chicken wing， 就是甜的鸡翅。可是那个时候香港人就听错了，就是说什么 Swiss 瑞士。这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啊，就是那就是传开去之后，就是香港人就是用这个瑞士鸡翅这个名字，其实它代表着一个甜的鸡翅。其实在香港它有一个独特的调味，一个独特的甜度。在台湾我之前吃过很多台湾的料理，其实都没有这个甜味的，所以这个菜在台湾在客人之间也很受欢迎哦。店内空间虽然不大，但店内港味十足，喜欢猫咪以及香港料理的朋友，非常值得推荐前来光顾哦。记者许纯清、陈柏宏高雄报道。电影场景中常有不会出现在现实世界的角色，他们有可能戴着诡异的面具，有可能挂着血淋淋的伤口，更有可能是着有异形般的手掌。在高雄就有这么一名化妆师，打破镜头的界限，把特效化妆带到生活日常。墙上一个个诡异的面具，桌上盒子装着大小不一的尖牙利齿。今天我们来到了台湾少数特效化妆师央的工作室。令人好奇的是，央的手正调制着不明黑色液体，到底他在做些什么呢？我今天想要设计一个就是有别于就是血肉肉的一个特效化妆。那它会是一个皮肤垂流感，就是有点像被一些化学药剂
溶解的皮肤，可是它是黑色的那种液体的感觉。皮肤身上我会尽量都是用一些真实是可以吃的东西，或是不会对皮肤有伤害的，不然特效化妆说真的有时候蛮伤皮肤的。那在很多特效化妆，我觉得最后一步就是一定要上皮脂膜，才会很逼真，或是可以扮演成口水的这个角色。在化妆用品的堆叠下，可怕的异形手掌就此出生。但令人好奇的是什么原因让央开始特效化妆师的生涯呢？我会想走进这一行，是因为自己的皮肤不太好，那个时候觉得，所以就从高职一直到大学，就会在脸上做一种实验性质的涂涂抹抹的这种动作。对，但我进了大学之后，因为我是大传系的，传播科系的。所以我就在大学的时候，刚好被学姐推荐，从大一吧，我就进剧组，在书画组上面工作。众所周知，台湾电影圈较小，因此在特效化妆的需求上相对显缩。但近年动画风潮兴起，意外带动特效化妆在一般民众间的需求。我回来高雄之后，面对那些一般民众，画完之后，他们直接给我的 feedback 会是他们很愉悦。真的是很开心，可能他付的钱真的是只够我付材料费而已。可是我觉得那个，尤其是小朋友，近年来因为像动画《鬼灭之刃》，所以就很多小朋友就是想要当鬼或想要当鬼杀队，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央表示，培养自己的创意思考能力，才能坚持自己的学习，巩固技术本位。也因为思考与技术的加总，才能在机会来临时，让作品发挥出最耀眼的光芒。记者陈柏宏高雄报道。奇美医学中心泌尿科外科医师曾文新表示，随着气候暖化，代谢症候群病人增加，肾结石盛行率也跟着提高。在台湾，大约每10人就有1位受到肾结石的困扰。传统治疗有体外震波、经皮脏手术或者是腹腔镜，但现在有一种软式输尿管镜，从自然的孔道做无创肾内手术。不但可以治疗肾结石，甚至肾脏的囊泡、肿瘤都能透过无创手术进行。奇美医学中心泌尿外科医师曾文新表示，随着气候的暖化，代谢症候群的病人增加，肾结石盛行率也跟着增加。在台湾，大约每10人就有1位有肾结石的困扰。传统治疗有体外震波、经皮肾脏手术或腹腔镜，但现在有一种软式输尿管镜，从自然孔道做无创的肾内手术，不但可以治疗结石，甚至肾脏囊泡、肿瘤都能透过无创手术。因为其实现在台湾人大概每10个人就有1个人有结石，尤其是台湾又是属于比较干热的地方，比较湿热的地方。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天气非常热，然后流汗又流的比较多，那这时候呢，导致说他体内尿粪排不出去的话，这样尿积在肾脏还有膀胱里面久了以后，就会产生结石这样子。所以大家台湾每10个就有1个人有。那这1/10的人呢，有80%的人会不断的复发，一辈子都一直被结石所困扰这样子。那过往呢，在肾脏的结石，我们有比较多选择方式，就是体外震波碎石。但体外震波碎石，它在比较大颗的石头，或是在比较多肾盏里面的石头，就是它比较散播性的石头，在肾脏里面的话，它会比较难处理，这样子要处理打很多次，导致病人要传反夫妇进出医院，非常困扰。那再来的话，就是有经皮的肾脏取石手术。那经皮的肾脏取石手术呢，它必须要在腰部里面打1个洞，甚至2个洞或3个洞这样子。那经过皮肤再穿刺肾脏，再进到肾盂里面去处理这个结石。那我们每穿过肾脏1次，就可能会造成肾脏会损失5% 的功能这样子。虽然后续可能会恢复，可是一定会跟原来的肾脏还是有差别这样子。那以我们现在的那个无创的方式，我们可以用软式输尿管镜，经由尿道，经过输尿管进到肾脏里面去。我们可以进到肾脏的每一个角落，就每一个肾盏里面去，然后我们可以将石头做一个击碎的动作，然后把击碎的石头能在一颗一颗捞出我们的体外这样子。随着科技进步，目前软式输尿管镜不但直径可以做到0.2公分，而且弯曲的角度达到270度。不过医师提醒，透过自然孔道无创肾内手术，针对各种疾病都有其适应症，而且部分的卫材也必须要自费。记者林根台南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刘品言，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再会。